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听人笑讲，有的人是一个钱拍24个角，意思是讲这人足气质、足当生。其实台语有另外一句话，讲是一个钱看做甘蚵仔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蚵，读第5条。读蚵这是读鼻音，蚵就是讲一款管仔，喙较细，管仔身较大。一般用是用来滴水，像咱讲水蚵，有人讲是水稻。另外地果，有人讲是地蚵。较早有一款查甫专用，暗时用来放尿的器具，形亲像是地果同款，安尼就免一抓工行去外口的洗壳啊，直接伫房间内放尿，叫做尿蚵。若文音读做河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痰蚵，也就是咱较早讲的痰罐，古早用来配痰的器具。第二个词读做感蚵，咱知影讲感啊就是得味仔的挂，但是变过来会当缀物件，亲像是米螺、螺啊、台啊。古早杂货店卖真侪物件，拢是用感啊底，所以咱讲是感啊店。若是蚵，就是圆形较浅的竹人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在地文化博物馆的收藏足丰富，有痰蚵、有感蚵、米奇也有，互人看到较早的人生活用品有偌尔啊五花杂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蚵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河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